大鋪中階機減價平過官網，2099玩天璣8500加6500 mAh電池。近期手機都加價，中階機都賣到4、5千，真係幾得人驚。不過近日以性價比高著稱嘅品牌，仲有中階機減價，2100都唔使就可以買到天璣8500 Ultra 準旗艦晶片加6500 mAh大電。有興趣就要睇落去啦。講緊嘅係今年3月推出嘅 Poco X8 Pro 呢一款中階機，喺豐澤網店8GB 加 256GB 版，由原價嘅2499減至2099，12GB 加512GB 就由2999降至2599。Iron Man 特別版就由3299減至2899，全線減價400，比官網仲減多200。不過優惠方面就有啲唔同。豐澤網店有憑指定嘅 Mastercard 簽賬滿1000即減50，小米官網就有送一啲服務，例如係3個月嘅 YouTube Premium、Spotify Premium 同埋學生95字以及小米積分等等。規格方面 ，Poco X8 Pro 採用4nm 製程天璣8500 Ultra 處理器，配備5300mm² 雙層循環散熱系統，確保高負載下作業都能夠維持高效能。佢採用6.59寸 1.5K AMOLED 螢幕，峰值亮度達到3500 nits， 並且支援340Hz PWM 護眼調光。極窄邊框設計搭配相機模組嘅自定動態 RGB 燈效，極具科技感。機身具備 IP68 防塵防水規格，並且覆蓋 Gorilla Glass 7i 強化玻璃，大幅提升耐用度。相機搭載支援 OIS 光學防震嘅 Sony IMX882 主鏡頭，續航表現強悍，來自6500 mAh 直碳負極電池，支援100W 有線快充同埋27W 反向充電。